準備3、2、1，開始。嚟到4月1日星期二，依家係中午12點10分。各位馬迷朋友，精神啦！我哋又繼續馬不停蹄，承接上兩集，今集會同大家一口氣分析 3T 嘅場合，即係第5、第6同埋第7場。今日廢話少講，直接講第5場啦。杯賽嚟嘅，日本中央競馬會錦標跑呢個1000米最短途，出馬12匹。咁先睇睇嗰隻叫做球王12號馬排個3檔。最近跑親都跑接近包尾，亦都輸得遠。咁點揀得落手呢？等佢有啲速度啦，再跟進都未遲。11叫做妙玲瓏，不能睇小無偉傑，又贏一場啦。但係贏咗能唔能夠保持到先？上場有個3檔靚檔跟前走而唔斷，跑第一。但係上場呢，佢係降班降落5班，對住啲5班嘅對手贏，上返嚟4班呢，睇嚟都係得個近字嘅啫。但係佢狀態起咗，通常升返班，副榜減輕，俾個2檔佢會再搏多一場。配腳可以揀嘅，但係贏唔贏到呢？睇下對手嘅情況啦。10號叫做鄉村樂韻，排檔差啲，排過11檔。配上田泰安近4場有5場都係田泰安騎，累積贏咗2場頭馬，2個第3，一個第4。5班贏2場上4班，以佢留前鬥後嘅跑法，雖然上場追翻個第3，時間亦都唔錯，但係就比較吃虧。我認為聽晚星期3晚谷草嘅場地呢會離放，咁變咗鄉村樂韻留前鬥後追嘅跑法，會唔會追得到擺前走嘅妙玲瓏呢？2隻都擠埋一邊先，亦都冇乜冠軍上。9號馬叫做電子宇宙，12檔配董明朗。電子宇宙呢就會放頭走嘅前置嘅，自己放做步速又得，跟住個2、3位等機會都得。不過經常都轉馬房上個馬季養喺文家良馬房喺4班都叫做贏過馬，贏咗馬都轉馬房。今日轉俾無偉傑，但係佢都搞唔掂。今日直頭呢就再換馬房，方家柏接手有啲奇怪近2場都跑咗緊頸4，今場跑1000跑到咁短，馬有啲速度，不過跑1200好過跑1000嘅噃。好啦，我諗佢嘅機會呢就會喺10同11之下。好啦，8號馬同滿滿，你話佢有冇進步啊？梗係有啦。5班贏2場，上4班副榜減輕，狀態起咗，所以咪再搏多鋪咯。結果亦都能夠輕鬆贏。賽後評榜員加10分，上場4班上到51分嘅高位，亦都成為熱門。咁佢做咗嘅時間係57秒62都算係佢做出一個最快嘅時間。跑第5今場點睇佢嘅機會呢？佢有個黃金1檔，隻馬呢亦都係跟前走直路同你鬥衝。但係對比翻嗰隻妙玲瓏，佢係贏5班賽上4班副榜減輕。妙玲瓏上場做出56秒97，時間單計時間計死數，比起同滿滿就更好。甚至乎嗰隻鄉村樂韻排11檔，佢係留前鬥後追但係上場都做出56秒93。不過細心啲睇翻嗰個比賽場地係好地似快地，似乎係咪妙玲瓏上場都係好快地？我自己忽略咗，怪唔知得啦。變咗呢隻8、10、11，拉勻咗嘅機會都係差不多。睇埋其他馬，因為有2隻初出馬。7號叫做日沖天，一出跑最短途，榜利上陣。先睇睇神操嘅表現先。最近一課試習呢，黃寶利斯阿寶利姐跑谷草試習，跑最短途，日沖天一放到底贏。評語比住搶出末段騎落去都仲有，但係呢課試習嘅時間好鬼慢，59秒35，時間真係慢。睇遠少少先，班德利士沙田草地1000米集
呢隻呢就叫做日沖天，沙田草地1000米閘，全程喺後邊，最終跑第7，輸俾好多利高，接近4個身位。評語係末段力差，走勢就欠順。嗱，兩課試閘，你會覺得谷草1000最短途閘，佢能夠一放到底贏，但係黃寶嚟一出閘就比住。咁當然一放到底贏好似幾好，咁會唔會撳入去睇睇佢嘅走勢啊？我諗都唔使睇啊！阿寶利姐呢，放咗出嚟，要佢拖翻慢留翻住都幾難，咁變咗呢課試閘一放到底贏，做出個時間又唔係太快，咁今場呢，觀望下先會比較好啊！我就冇乜興趣啊！如果你喜歡你揀呢都可以嘅，咁會唔會抽時間睇埋血統簡評都好啊？唔好懶。咁啊，日沖天喺澳洲訓練，曾經喺和域園馬場試800米好地閘，於騎師高力德胯下貼欄與對手共同領放，即係外地試閘呢800米閘咁短呢，佢都係擺前走嘅。咁啊，轉彎後帶離對手取勝試閘。父親叫做西賓夕陽，競賽成績只係不過不失。其子女暫時以跑短途為主，而媽媽服役時喺悉尼嘅鄉村細馬場4節啊，跑贏4場1000、1100米。咁啊，產下2匹同出自西賓夕陽嘅子嗣，與其母一樣喺麥昆尼港馬場舉行嘅短途賽勝出。日沖天父母血線顯示跑窄場表現有保證，預計呢隻馬跑谷草性能應該就唔差，路程方面適宜跑1000至1400，但係試閘俾阿黃寶利一放到底贏，做出時間確實係慢喎。今場嘅周俊樂首度出戰啊，呢隻日沖天機會如何？咁不如睇飛啊！好啦，另一隻初出馬叫做6號馬叫做亨奇，排個9檔配上湯普森綁你上陣。嗱，先睇睇呢隻紐西蘭3歲馬嘅神貨表現。佢亦都呢是谷草1000米嘅短途閘，該課跑第1叫做領航君子。亨奇出閘第7，按段推進，喺谷草1000嘅短途賽之中呢追翻個第2。嗱，同頭先啊嗰隻日沖天好唔同，嗰隻就由頭放到尾，呢隻呢就稍稍留住追上嚟。嗱，聽翻個評語先，38逐步而出，勁勢上前。睇嚟呢隻馬呢都幾喜歡跑谷草啊！呢課試閘快過日沖天好多，快成1秒幾啊！58秒59，呢點要留意翻。睇遠少少啊，從化草地1000米閘，周俊樂時該課跑第1，金小子跑第2，一出有追捧嘅嗰隻叫做可靠大師跑第2，而呢隻亨奇跑第3啊，出閘亦都唔算太快，追翻個第3翻嚟。評語係原內欄順走，輕輕催策，穩步上前。嗱，睇嚟呢隻馬落腳就唔快，不過跑進咗有一段幾好嘅追勢。咁啊，似乎神貨試閘嚟睇呢，佢又好似好過嗰隻日沖天。咁啊，一定要睇血統簡評啦。亨奇喺紐西蘭訓練，曾經安排2次試閘。第1課950米膠沙地閘。嗱，聽住啦，起步最慢，轉彎逐步上前，直路受催策下被對手超越，佢又只能夠跑第2。第2課850米大爛地閘，起步後與對手並排領放，末段透出輕鬆取勝。嗱，呢度呢一段啊，大家 mark 低記住，呢隻亨奇呢試閘普遍嚟講都係慢嘅，但係呢課800米大爛地閘起步快喎，同對手拍住領放喎，最終透出輕鬆贏喎，亦即係話佢跑變化地特佳喎，識游水嘅喎，亨奇。好啦，佢父親呢個馬名叫做雙降牛肉啊，為美國嘅泥地好手，喺澳紐出世嘅子嗣普遍早熟，亦都有速度。而媽媽係長途種馬賓達嘅女兒，產下嘅子嗣亦都有贏至2100米嘅紀錄。
亨奇血統顯示全熟後適宜跑中距離，草地、泥地皆可應付。唔好意思啊，等我飲啖水。好啦，如果睇試習睇血統，我覺得初出嘅6號馬亨奇會比較起7號嘅日沖天較為好。有冇機會一出跑短途9檔出閘唔算話太快，但係走順咗直路一撲上嚟殺晒呢？有冇機會呢？喺呢啲咁嘅3T 場合買隻比較好分嘅馬都係好理所當然，所以呢，今場啊我都想試下揾隻亨奇嚟到做正選。第一隻呢，我會揀6啊，咁啊睇埋其他5隻再進行第2輪嘅篩選啦。5號馬叫做雷神太保，近績比較曳，布文揀騎，唯一着數呢就係由3班降4班，布文就唔放手啊。咁佢之前呢跑谷草1200，試過有啲速度跟前，直路墮退，輸俾對手4個身位。上場好刻意就跑1000直路，留前鬥後追叫做追近，亦都一降班啊即刻有飛。今場呢轉跑谷草，會唔會嚟個大變身呢？我覺得都有咁嘅可能。不過呢，我會睇翻佢個配備。前一仗呢，佢帶個耳塞，點解要帶耳塞？亦都唔需要再重複講啦。咁啊，跑馬地你知啦，嗰個聲音就好犀利嘅，亦都好多人。咁雷神太保會唔會影響咗佢嘅情緒而發揮得唔係太理想呢？咁啊，留意啦。好啦，睇埋其他馬先。雷神太保我俾佢嘅評價呢，佢係3班降落嚟4班，而嗰啲妙玲瓏、鄉村樂韻同滿滿就係由5班上4班，大家都唔同層次啊。但係同場較量，咁啊邊隻叻啲呢？咁啊真係要跑過先知啦。4號馬萬眾開心，幫佢除咗個防沙眼罩，重戴眼罩上陣。當然啦，佢喺較早之前，佢又試過跑泥地1200，咁啊幫佢戴呢個防沙眼罩。咁5歲馬累積跑咗22場，點都叫做贏過3場頭馬。不過已經係比較後生嘅時候。第一季專係跑1200谷草啊，第二季跑谷草1000贏2場，由4班上到3班都照贏。不過呢，贏咗2場馬之後呢，連續10幾場都只係跑咗2個位置，亦都由呢個3班降翻落嚟4班，已經跑咗幾場噶啦。但係暫時嘅表現都好似冇乜料到啊。咁今場呢，就由呢個潘頓換霍雲星，再換布文。今場邊個騎呢？艾杜勒騎。咁啊，差唔多次次都唔同人，會唔會今場先至嚟料？定今場都係冇料到呢？咁啊，真係估下嗱。當一隻馬呢踏入咗下降軌，你就唔好估佢喺邊一場反底喎，冇乜着數啊。好啦，3號馬胡椒軍曹，季初未贏馬，咁啊加咗分上3班，減翻分落4班，佢又贏喎。不過嗰場係巴米高騎贏，巴米高38倍騎贏。咁好大機會呢隻馬呢，就砌到佢盡呢，話唔定呢隻馬會一蹶不振，所以我就唔揀啦。2號英雄豪邁，潘頓揀騎，今場孭個135磅，咁啊點睇佢嘅機會呢？呢隻馬呢，編入3班64分起步，第一個馬季贏谷草1000，加多個位置。第二季估計佢係大熟大用啦，啲短途馬通常3歲4歲呢就發光發亮嘅，6歲呢就開始走下坡。嗱，佢依家就6歲，所以都冇乜特別大嘅進步。咁當然今場佢又降低1班，面對住啲4班對手，咁佢亦都副榜增加咗嘅啫。咁今場潘頓騎跑短途有個10檔，佢本身佢又有啲速度嘅10檔135磅，咁當然打咗折扣啦。我認為機會呢，我都係想揀隻初出6號嘅亨奇好啲喎。
好啦，1號馬叫做顏色王子，已經久無表現啊。上個馬季一 win 幾個位置，但係今個馬季呢，點解久無表現嘅意思呢？佢一出就退出，已經有半年冇上陣。今日睇翻傷患記錄，左前腿不良於行，退出咗。腳有時睇休息幾耐，休息咗3個月嘅時間。咁啊，唔好揀啦，都7歲先嚟腳有事，仲要孭個重磅，大家都135磅，揀2啦。不過2我都唔揀，咁啊點會揀1呢？好啦，總結第4唔係總結第5場啊。呢場日本中央競馬會錦標，我第一選揀隻初出馬葉楚航6號亨奇，將佢擺第一選。嗱，第二選呢，真係頭痛，揀得落手呢，5班上嚟4班1000嘅專家，8號同滿滿，亦都有隻妙玲瓏，有隻鄉村樂韻。不過佢哋係由第5班上嚟第4班，咁啊上一仗表現就曳。而上場表現好呢，叫做妙玲瓏。不過佢好呢，係喺5班贏。通常上返4班都會再搏多一鋪嘅。咁所以同滿滿、鄉村樂韻、妙玲瓏3隻馬之中呢，揀一隻就揀11。至於嗰隻雷神太保，似乎落咗班跑第2仗，揀返谷草嚟到跑呢，並唔係陪跑喎。咁啊，再細心啲睇一睇，佢啊前一仗帶耳塞，我頭先未話，我好擔心佢嘅情緒會唔會受影響，而佢嘅跑法呢，似乎係稍稍留住嚟到衝，嗰隻亨奇呢，都係留住同你追一段嘅，咁會唔會兩隻馬衝上嚟而跑入前3名呢？難度啊高調啊，咁會唔會揀日衝天？都唔係好想揀，等我俾多3秒時間我諗多一陣。嗱，第一選一定係6亨奇，第二選呢，就一定係11妙玲瓏，加多一隻呢，喺啲細 number 嗰度揀1、2、3我都唔喜歡，剩低落嚟就係4、5，不如咁啦，博艾杜拿接手萬眾開心，今場有啲計啊，博佢反底啊，3T 場合。不過我會將佢擺喺第3選啦，就大膽啲擺去第3選啦。第4選加埋5號雷神太保。嗱，重複6、11、4、5就係我嘅選擇。好啦，第6場啊，時間緊迫，盡快啦。第6場係由第4班馬跑呢個1650米，出馬12匹。今場呢，係咪有隻後備補出馬？係啊，2號啊嘛。另創動力，其實呢，喺其他場次都好似有2隻馬係退出嘅，好似上教退出換入咗唔知邊一隻嘅，不如睇睇啦，唔好煩啊。嗱，第4場呢，11號馬就上教換入咗蘇慧賢馬房嘅科創世紀啊。第4場有機會呢，同大家講翻科創世紀嘅機會。咁啊，另外呢，第7場啊，8號。鼓浪好友退出，換入咗盛世威風啊，賀賢馬房嘅呢點留意翻啊。而今場呢，就係新榮之星退出，就換入咗領創動力。好啦，睇第6場啊，未必夠時間講第7場喎，可能淨係講第5、第6就冇辦法再講落去啊，因為我都唔想時間太長啊，唯有將第7場啦，就下一集補充翻啦。如果有下一集啊。好啦，第6場1650米4班賽，先睇睇12號馬叫做魔法速遞，近2場表現相當好，不過佢靠追上嚟得個近字，冇乜冠軍上。我都話星期3嘅谷草椰賽，我偏向呢就喜歡一啲快放馬。咁當然上一場跑1000最短途，我嘅首選呢就揀隻後追馬，咁話唔定佢質素超群，超半班。後追都贏俾你睇呢，我都想試下嘅。好啦，魔法速遞呢，由於佢係留前鬥後追呢，比較被動啊，同埋佢排個2檔，韞住喺馬群，都塞車嘅機會都大嘅。好啦，11神驅馬力上場降5班，輕鬆贏咗平榜員加6分，
今場走過嚟跑，谷速1650。嗱，佢個跑法呢，睇翻以往呢，佢越跑越長嘅，1600上到1800、2000，而佢個跑法呢，可以跟喺較前嘅位置嚟到跑嘅。咁上場孭個重磅對住啲5班對手撳水皮，睇翻佢嘅獨贏賠率24蚊，都睇到通睇到透嚟到食噶啦。咁通常贏咗馬升高一班，狀態起得咁好，通常會搏多一鋪啊。今場9檔，以佢跟前嘅跑法，沿途跟住個2-3碟走，跟住個4-5位，咁有機會直路再同你砌多一鋪。咁我覺得佢好過魔法速遞。不過呢，唔揀住，睇埋其他馬，再作第2輪嘅篩選。10號馬叫做聖托里尼，新馬表現相當好，但係編入4班57分，連續跑6場，呢隻馬好似變咗一隻唔同嘅馬，連續跑6場都大敗，點搞啊？唯一今場就係由短途變咗做中距離，唔通呢隻馬轉跑1650贏到你唔信？不過睇翻評磅員，上場50分，今場47分，減3分啊！3分咁減都唔方係啲咩好料？唔要。9號叫做歌舞團，連場敗筆，全部都大冷門大敗，減唔到。跟住呢，就係8號叫做奮鬥輝煌，呢隻都幾準成啊！今個馬季主要針對翻跑谷草1650，試過跑1800，咁整體累積1 win 1個第2。不過近2場表現就麻麻地喎，係咪有少少叫做行人止步啊？佢嘅跑法係留前鬥後追嘅，咁佢留前鬥後追，魔法速遞我都唔揀啦。咁奮鬥輝煌呢，我都將佢擺埋一邊先。嗱，今場配比呢，就除咗個羊毛面箍，係咪好事定壞事呢？好啦，7號馬叫做醒目先驅，跑5場，當中跑咗2個位置，由1200跑到1400，今場幫佢跑1650。嗱，留意翻5場嘅比賽，一手一腳都係董明朗嚟到騎嘅。今場邊個騎先？董明朗有個3檔，會唔會同你砌啊？我覺得都似啊。嗱，上場佢已經第一次居中嚟到同你追。既然隻馬呢以往落腳比較慢啊，因為跑短，多數都係喺後邊同你追啊。但係上場呢已經能夠跟前咗而唔斷啊，證明呢隻馬嘅狀態已經起得相當之咁好。今場呢跑1650跑谷草，佢曾經喺谷草有一段幾強嘅追勢，證明谷草呢個比賽場地佢就啱跑啊。1650都係合適，又有個3檔，集有利條件於一身，所以第一選呢7號醒目先驅，不作他選。6號星雲笑着，嗌到啦騎。嗱，較早之前呢，阿拉叔莫雷拉騎佢跑沙田1400，喂，佢沙田1400都叫做跑過第2啊。但係莫雷拉騎近都唔近，今場轉過嚟谷草跑1650，我諗呢隻馬都冇乜料到啊。雖然由3班降4班，如果係得上場配莫雷拉，應該會更加接近。所以今場跑谷草1650，我認為機會都係窄窄地啊。好啦，一隻好好嘅馬，佢叫做赤馬雄風，5號。已經8歲，累積贏咗9場頭馬，9個第2，好少跑第3，亦即係話呢隻馬一係唔出擊，一出擊佢就跑入前2名，幫馬主賺錢啊！咁睇翻近2場谷草1650，都只能夠喺布文胯下分別跑第4、第7。再睇遠少少，布文其實騎過佢跑第2名啊，咁但係今場布文唔騎。係楊明倫騎，布文騎邊隻呢？嗱，布文今場係冇份上陣，擺入楊明倫騎，我就唔睇好啦。咁當然赤馬雄風，經常佢都可以選擇放頭走，
放下又有，放下又有。你以為我冇啊？我又到啦，我又贏俾你睇啦。不過佢真係8歲啦，近2場都比較表現差，連布文都唔騎，所以呢，我就都唔揀啦。我信布文。好啦，跟住4號叫做你知我得12檔。較早之前呢，喺4班跑谷草1200，贏2場，再跑返相同路程就已經係輸啦。咁啊，幫佢試跑谷草1650就輸得更加遠，咁變咗今場12檔冇辦法揀。3號天天得樂鍾易禮減3磅上陣。嗱，留意翻頭先嗰場，我就揀咗葉楚航嘅初出馬，咁會唔會葉楚航星期3大舉出擊噶？咁啊，留意下天天得樂啦。但係上場跑包尾，田草1600佢就未跑過，蘇銘倫騎歐洲騎師冇機會嘅馬，再唔係點同你騎，咁啊，所以跑第12，輸成12個身位。呢個賽績其實可以抹咗佢。咁我哋睇翻前一仗啦，莫雅騎67蚊追翻個第4。咁啊，再睇遠少少啦，亦都曾經潘頓騎過，當日就退出咗嘅。咁啊，睇翻傷患記錄先，抵達集傷後接受獸醫檢查，被發現右前腿不良於行。嗱，腳有事，不過休息咗6日，咁即係腳冇乜問題，所以再出嗰2場都能夠追翻個第4。不過呢隻馬呢，跑法係比較被動，佢嘅跑法就留前鬥後追嘅。咁我都話星期3我偏向都係喜歡一啲跟前走擺前走嘅馬。不過說不定葉楚航今個星期3係大舉出擊，咁啊，鍾易禮減3磅，榜位啊有少少微利。好啦，首選醒目先驅，次選葉楚航，3號天天得樂。咁啊，2號領創動力係後備補出，佢嘅副榜留意翻係119磅。今場呢，佢除咗個開篷眼罩，就重戴眼罩上陣噶，呢點要留意翻。領創動力呢，佢係一隻前置擺前走嘅馬，喺季初呢，佢又放頭跑第3嘅，而潘頓接手呢，亦都跟前走跑第3嘅。咁啊，再配潘頓呢，亦都跟前走跑第2嘅，連續跑咗3場，表現都相當理想。但係呢，之後就越跑越差啦，而好地子黏地直頭大敗11個身位。我會先睇睇呢隻馬嘅傷患問題啊，睇下健康係咪有啲咩問題發生咗。冇錯，賽後照內窺鏡檢查，發現氣管內有大量嘅血液。咁通常有過1次呢啲問題，就會有第2次。不過還好，呢隻馬呢已經休息咗接近2個半月，唞夠休息夠，有啲新鮮感。而佢嘅跑法係前置嘅，今場副榜亦都比較輕。會唔會且戰且走嘅情況底下，久休初出跑入一隻比較好分嘅3甲呢？咁啊，睇翻佢最近嘅晨操表現先，睇下有冇安排試閘。有無險東士泥地1200集，咁1200就嫌短噶，而呢課試閘啲對手都幾勁喎，有隻標之銀河，有隻華麗在城，有隻安晴，哇，有幾隻高班馬喺度啊！咁變咗領創動力出閘跟住個第5，直路墮退跑第10，輸俾頭馬劍無名9個半身位。評語係聽住啦，直路撳住返嚟，示人以弱。講多次啊，驚你聽唔清楚。呢隻領創動力喺毛顯東嘅胯下跑呢課泥地1200就嫌短嘅。咁出閘跟住個第5，直路墮退跑第10。記住，今場有幾隻高班馬，一隻叫做標之銀河，一隻華麗在城，一隻安晴。咁佢直路撳住返嚟，示人以弱，清楚啦嘛？咁啊，再睇遠少少，嘉俊仔是從化草地1200集，呢課領創動力全程包尾，都係包尾返嚟。評語係出閘略慢，直路鞭策，反應就一般。咁今場跟唔跟進呢？
揀定唔揀啦？咁不如唔好揀啦。呢隻馬嘅體重呢，就1222磅，會唔會偷偷埋埋有啲新鮮感？今場擺前走而到呢？咁不如睇埋隻1號馬爆笑啊！呢隻有速度嘅爆笑，潘頓奇咁啊實熱都得啦，三大熱門其中之一。但係佢係排10檔，孭個135磅。但係今個馬季越跑越好啊，嚟香港最好嘅一季啊！嗱，最近嗰5、6場呢，得到1 win， 3個第2，1個第3。佢嘅跑法就前置嘅，咁啊啱晒我嘅要求啦。前一仗佢60分，揀3班嘅比賽，孭個輕磅上陣，對住啲3班對手又唔夠跑，亦即係話最近嗰6場比賽4班佢全部都跑入前3名。就算今場排10檔，佢一定會擺前走嘅。咁全部都跑入前3名㗎嘛，你唔揀佢又揀邊隻呢？你未必一定要揀佢做膽，但係一定要起碼拖埋佢啊！所以總結第6場第一選都話不作他選啦。7號醒目先驅，將佢擺第1。第2選我都冇得揀，1號爆笑。第3選仲記唔記得啊？新勝馬上嚟呢個第4班副榜嘅減輕狀態起咗，跑法亦都積極主動。11神驅馬靈有冇第4選？我就唔揀啦，費事諗啊！咁3隻馬呢，就千祈唔好一膽兩腳啦，一陣跑隻爆笑搭隻神驅馬靈，咁你就大鑊啦，中腳。我建議呢，就互穿鐵三角，首選7醒目勇驅，次選1爆笑，第3選11神驅馬靈。不如咁啦，講埋第7場啦，唔好煩啊！我諗都冇下一集啦，因為等陣間呢，要同阿西華嫂拍拖，睇翻場戲，食一個自助火鍋。第7場係由第4班馬跑呢個1200米，出馬12匹。先睇睇12叫做新幹線，表現比較失準啊。較早之前跟前走跑翻個第2，再出跑翻相同路程，時間又慢，又留得太後，追上嚟跑第5。最近2場跑沙田輸，就算抹咗佢。咁依家佢嘅評分係好尷尬，40分。佢有5班佢唔跑，走嚟4班孭個輕磅盡一盡人事。既然韋達都40分都輸2場，田草千二千4擺明係輸嘅，亦都估計佢應該會減多幾分。睇嚟新幹線矛頭直指今場。睇睇個檔位，7檔擺下田泰安，似乎唔係陪跑。佢其實可以，即佢係試過可以跟前走嘅，副榜又輕，又可以跟前走。咁應該可以諗諗喎。唯一相信我信韋達嘅啫。好啦，11夢幻進區近2場呢，佢係跑5班賽，我有跟噶，不過撲上嚟都係跑2-3，平榜完加2分，變咗佢40分呢，就可以報跑呢場嘅4班賽孭輕磅。情況呢，就一如嗰隻新幹線，有少少唔同。夢幻進區係5班跑咗2個位置，加2分變咗40分。而新幹線呢，近2場佢係特登輸嘅，特登跑田草輸，減多幾分即係減多幾磅嚟到搏今場。馬未交代，交代咗贏過1場咁大把，咁會唔會呢？今場係佢嘅第2場頭馬，我覺得係有機會。11同12俾我揀呢，我揀12，因為跑法比較可以主動。好啦，10號叫做上風台，近績當然係差啦，近幾場都係跑谷草1200，佢嘅跑法呢，落腳都比較慢，亦都冇乜追勢，擺前走仲輸得遠啲添。咁所以如果佢留前鬥後追，我就一定唔睇好啦。咁啊，俾我飲啖水先，好嘛？好啦，9號馬叫做新力，近幾場呢，只係得1個第3。你睇翻上個馬季尾落到40分個低位反彈，一贏
就2場，但係今個馬季呢，跑返夜馬路程，跑嚟跑去都係4455，亦即係話今個馬季你買呢隻馬大部分基本上都要跌錢。咁佢嘅評分呢，落返嚟46啦，又會唔會嚟個反彈呢？當一隻馬呢減緊分呢，你估佢邊一場反底呢係要付出代價？我已經揀咗隻12，揀12就唔要9，你揀隻9就唔好要12，因為你搏反底啊嘛，記住啦。好啦，後備補出8號叫做盛世威風，嚟自賀賢馬房，今場除咗個交叉比箍，嗱上場呢，佢初出留意翻啊，有飛噶，64蚊噶。咁啊睇翻個對手先，跑第一中環精英黃寶嚟，跑第二阿湯普森嘅節節有福，跑第三同喜，跑第四亮寶。呢場比賽呢，我喺做今集節目之前有睇過，布文騎64蚊，直路都仲係跟住前邊，見到直路布文呢都係咁推，係咁騎，隻馬越騎就越吞，最終布文攞佢嘅左手邊出嚟打幾邊，打幾邊仲吞得緊要。咁啊，今場轉跑谷草揀唔到，如果佢今場除咗個交叉比箍轉跑谷草贏俾你睇呢，我真係唔係好相信。睇翻上場呢，已經係1月1日，聽晚呢係4月2日。呢隻馬相隔咗3個月冇上陣，暫時呢唔好即刻飛咗佢，睇多少少，唔好懶。睇翻傷患記錄，傷患冇問題，但係呢隻馬有3個月冇上陣。睇神操，最近一課潘明輝是田草1000米集，呢隻叫做咩名啊？盛世威風，佢係出閘比較慢，最終跑第7，評語係600米內閃，200米開邊，追勢又唔錯啊！咁啊睇遠少少，會唔會試多一課呢？有潘明輝士從化草地1000米集，該課啊！呢隻盛世威風出閘落腳都係慢，最終追翻個第4，輸俾江輝所願2個身位，評語係奮力催策，逐步追前。嗱，睇嚟佢落腳都偏慢，今場跑谷草呢，我就唔揀啦，確認唔揀啦。嗱，7號馬亮寶一出跑第4，走勢相當之好，因為佢神科試習見好啊。我亦都喺嗰場呢就追捧咗佢，再出換梁家俊，我再追，跑得仲差，跑接近包尾，咁啊跌咗2次錢啦。上場唔好搞我啦，因為我要提醒自己咧，跌咗2次錢，第3次就忍一忍啦。咁啊上場跑第7，今場我轉過嚟跑谷草，馬似乎可以有啲速度嘅。今場配邊個呢？變咗配巴道啊！咁我都唔揀啊，因為我想揀今場必揀1號騰龍4海，不作他選。點解呢？因為6號和道威，如果你有聽上2集節目，已經我講得好鬼清楚。咁點睇佢今場嘅機會呢？咁啊等陣間睇埋其他馬再作第2輪篩選。至於和道區，我唔會重複再講啊！你要聽呢，就聽翻上2集嘅節目。5號有紅利，排過一檔，配上金城江呢隻澳洲7歲馬，今個馬季大部分都跑接近包尾，唯一着數就係降咗落嚟4班，同埋近2場表現呢好似回復翻啦。咁起碼前一仗交翻個第3俾你啊！嗱，睇翻上個馬季，佢一口氣贏3場，由4班贏到上3班，季尾好嘢啊！減翻分落翻4班，再贏多一鋪。呢隻馬呢，到底嚟到呢個7歲，近幾場個狀態起咗，會唔會喺今場馬同你砌呢？嗱，記唔記得我話1號龍騰4海機會非常之咁大，因為呢隻馬已經今個馬季似乎踏入咗上升軌，大熟大勇又有速度。呢隻叫做有紅利，當然佢個有個一檔啦，佢亦都有啲速度啦，最近嘅狀態起咗啦。但係佢會唔會同嗰隻1號同你砌先？如果佢同隻1號砌，佢可能要付出代價，不如稍稍留力
留力搏稍後時間嘅比賽好過啦。難得搞咁多嘢，降咗落嚟4班，對住隻騰龍四海同你砌，傻的嗎？所以今場呢，第一選我一定係揀1騰龍四海，第二選呢，要動一動腦筋。不過第二選呢，我好大機會係揀12新幹線。好啦，睇埋其餘嗰幾隻。4號開心樂園餐，鍾易禮減3磅上陣排過2檔。嗱，睇翻季初呢，佢試過跑谷草1200，亦都展現咗佢有一定嘅速度，但係所做出嘅時間1分10秒52，時間相當普通。之後喺田草1200、1400跑得好，而佢嘅跑法係放頭走嘅，贏咗馬可能交代咗啦，操練功夫亦都放緩啦，所以近4場表現都係曳啊。而佢嘅快放嘅速度呢，亦都唔見咗啦。咁今場對住隻騰龍四海有個2檔，會唔會放頭走而想跑翻個位置呢？我覺得係可以嘅。今日視乎呂健威有冇 order。好啦，3號沙張金剛表現真係實盡嘅。喺較早之前就跑第2，輸個頭，再跑包尾，跑完個包尾。上場布爾文又有料到喎，跑第2輸個短碼頭喎，咁會唔會今場又跑包尾呢？真係好難估計喎，你咁樣玩法。好啦，跟住2號叫做競馬一心，奧爾文騎呢隻喎，唔係騎嗰隻沙張喎。嗱，競馬一心呢，睇翻佢嘅成績，上陣12次，得到1場頭馬，未跑過第2，跑咗3個第3名。亦即係話2位難出頭。睇翻今個馬季上陣比較多，都係5棚子1冠嘅習慣啊。健康好，俾佢多啲跑。咁頭嗰5場主要跑沙田，似乎呢隻馬跑沙田跑長直路嘅發揮就唔太好。最近5場專係針對跑翻谷草1200，直路比較短呢，佢就頂翻住個位置。咁今場呢，如果佢排檔好啲啦，跟前走啦，直路又唔斷啦，咁變咗都係好大機會繼續跑位置嘅。嗱，最近5場有4場配艾少禮，上場奧爾文騎，今場繼續俾機會奧爾文。但係我睇翻呢隻競馬一心近5場所做出嘅時間都係超過1分10秒。甚至乎上場跑到好快地，都快唔過1分10秒，證明呢隻馬呢，能力真係有限公司。咁所以佢有排10檔，跟前走又唔係太快，全程俾人頂住2、3疊，直路想贏真係唔係咁容易。唯一就係跑22、33，仲有呢隻馬都未跑過第2，所以都唔係一個好選擇。所以總結第7場。1頭1尾，龍頭就係龍騰四海，尾就整條新幹線嘅呢個火車新幹線啊！加多一隻，等我諗諗，我都想加多一隻。良寶嗱，和道威我唔揀啊，開心樂園餐定係沙張金剛定係競馬一心嗱，不如咁啦。開心樂園餐啦，好啦，有答案啦。第7場總結，第一選龍頭鳳尾，首選1龍騰四海，次選12新幹線，第3選開心樂園餐，搞掂。好啦，我都算係咁啦啩，硬着頭皮都同大家做齊晒3集節目，咁冇下一集噶啦。咁聽晚星期3晚直播再見啦，多謝。拜拜。